我大概修到就今年嘛，老师之前伊拢无要插我都伫遐艰苦，家己伫遐修，家己遐好很痛苦，家己伫遐摸索，然后身体又很痛苦，然后我感觉这仙佛根本就袂插我去甲阮同学国清讲，迄仙佛伊拢用讲的啦，伊根本不会把这无形的打回去，他们这仙佛就是做慈悲的啊，拢袂甲这挂等去啦，伊拢用讲的尔。然后我有讲，那个仙佛就是很慈悲啊，他不会去管这些事情的。我刚开始的话，我现在在讲，我就说，对，那个我都是用讲的，他都不会用打的，只有那些庙还生命在有趴。我刚开始的时候修啊，伯修，这个是这个样子哦。后来那个介入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啦。老师一刚开始他为什么不介入？后来老师有跟我讲啊，你一开始的时阵，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我若甲你处理好起来，你搁恢复到以前的同款啊，开始搁酒色气，你也无要收道啊，你同款搁你伫咧遐要拍拼，你要趁钱，朋友少的就要啉酒，你就对人去，我甲你处理好，你逐工伫遐咧酒色财气要创啥？干脆即马你拄着这。你艰苦，你在痛苦，你没有办法你就爱乖乖认真修啊，等下互你修甲你有一个能力出来了，那个佛性就是越修越光明啊，你的贪嗔痴慢慢就是会消失啊，酒色财气嘛是很奇怪不是光只有神通那个酒色财气也突然通通都消失啊，以前刚开始我在社会上的时候我当下时朋友就会啉酒创啥，即马那个就是自然我就袂爱去，那个就是那个佛性慢慢把它修正出来。然后从今年5、6月开始之后老师就常常到我家里面去啊，因为那个仙佛他已经介入了嘛，他以前。在5、6月之前，我的身体就是有时候还会难过，因为我修到有一个程度了嘛。那些无形的要对我已经比较没办法。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开始会常常跑来我家里跑我家里面的有一寡神父有时候会来请示老师啊。他有些有那个过往，因为他们在对话，我都有听到嘛。有过往的前贤啊。还有大家的那个九玄七祖有时候都来求老师帮然后老师这些已过往前贤还是九玄七祖来求老师去帮忙他杨氏祖师的时候，老师现在都跟他们讲一句话，这个是老师叫我讲给大家听的，要跟大家讲下去了。老师说以前他还没有开设心理心法之前。大概来同一宫听课，还是来同一宫帮忙。如果有什么事情，老师都会担当他一路会给大家处理有谁你也都认真来帮办还是来打扫啊，还是来听课都认真在听课你若出现些问题，老师他都会帮你处理个好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来求老师的那些九玄七祖还是以过往的那个王灵，他来求他杨氏子孙要去帮忙，他老师就跟他们讲说。我现在在同一宫已经开了心理法了，你们要叫你们的子孙下去认真的来听课，不然的话就是要回去听完课之后回去要认真修，如果你们不照这样做的话，你们的事情你们现在都要自己去解决。老师基本上都改一下那讲这是老师给我传达给大家知道的。然后老师来帮忙我，他有跟我讲，他说我这几年就是被这些无形来折磨，说我已经尝尽了艰苦了，而且老师又说我很听话，他叫我来上心理心法，我就来上，搁安那艰苦，我像厝在里困到来家，不要来上，然后老师就说他不忍在我受苦，伊就派仙佛来给我帮忙啊，帮忙不是人关到顶着。他们要来捉弄我的时候动掉我知道他们来，但是我就是不会难过起来就是顶着老师还是一直跟我交代你不要期望靠仙法我会把这边管走，你就是还是要照你这样
慢慢的下去修，慢慢下去修，然后靠你把你的佛性提升到那能量最强，有办法把他们全部都能赶走。所以嘛是爱搁靠家己认真修啊，唔是讲神父来就讲好啊，我靠神父啦，即摆好，即摆咧搁迄个啊，所以最终我也是一样啊，大家也是都一样啊。老师的用意就是要大家把那个佛性统统都呈现出来啊。这个要修，要再修，要修老师有一次啊，老师这个也讲出原理给我听啊，就是有一次这个我有跟刘讲师讲过，有一次我在家里啊，然后那时候仙佛已经开始在忙了，然后又有时候他们那个无形的因那脾气拢足大呢，伊若来袂欢喜全部搁冲来，伊甲你讲好，你又开始艰苦起来啊。然后我就伫厝，然后人就开始艰苦起来啊。那一天早上我就要去跑步啊。我的心情很低落嘛，我就想讲，哇，这仙佛来啊，我搁逐工个安尼，这真正这个日子到底是要安过啊？但是我也是硬着头皮，我就去慢跑，照，在慢跑当中老师就来讲话了。老师讲什么？讲这个原理给我听啊。老师说，我不把他们赶走了，我不把他们赶走的原因就是要让你修道了。奇怪不赶走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修道。老师说，你的佛性会跟这些无形的竞争啦。就像说有一只跳蚤，大家唔知捌看过迄个，你是跳蚤用一个挂甲扛的啊，伊永远就是跳袂悬，伊永远就是跳5公分，永远跳5公分。等你这个挂甲掀开的时阵伊就是跳5公分啊。这个跳蚤用一个30公分的扛伊就会当跳30公分，会当跳30公分。等你挂掀开的时阵，伊就跳30公分。那佛性也，老师说我佛性也是一样你好，这无形的在给你干扰的时候你佛性会这个修正的时候，你佛性会茁壮起来，为着要保护自己嘛。佛性它就自动会跑出来跟他们做抵抗啊。在跟他们做抵抗的当中你的佛性你的佛性就是一个线它进展的那个速度修成的那个速度就会增快啊。就愈修，就比如讲你修，你像我拄着这种代志，我若修10天，搁一个无拄着这种代志的人，我修10天，伊可能要修1个月，白安尼做。就是因为我有怕这些事情，那个佛性他为了要保护自己嘛，也能量也迅速加强了，对吧？老师说为什么佛经还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天上没有办法成佛，一定要有人的身体，一定要在这个人世间来成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老师跟这些过往的前贤讲他像文旭这样修，他如果修10年的话你们要在天上要修多久？你知不知道？2000年。你若无辛苦，你要修练有讲师传的这个望缘放下，很多过往前贤都来这边听你想练这个有讲师这个望缘放下练10当修的成果，他们在天上要修2000年。所以老师说，为什么我要逼大家认真练的原因是在这里这老师就叫我来讲我大家听啦。现在不修，你回去了，你咧修就足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当下。如果还不懂的，就要赶去参悟去体悟。这些前贤一听到了大家都哭出来了。他就跟老师讲跟老师诉苦他跟老师说，我以前在生的时候也无一个刘讲师讲信的心话，我听当我以后要搁去转世，刘讲师较鬼空我直接去听谁讲我听到这里也真的是很好笑然后他就很羡慕咱今嘛在同为宫这些前贤他们有身体真好而且我就讲是来跟他传这些法，然后当下他们又可以修又可以修正老师也是安慰他们了。老师就说没关系，你们虽然修的比较慢，你们还是认真修这就是恁第4的根基但那个你去转世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是看可以安尼修，然后还是你会自动去找。老师也只有这样跟他们讲就无法度无你今晚去转世，等大汉。
刘老师万岁归空啊，安那嘛袂糊。所以老师的用意是叫我传达这些给大家听，要修当下，得较紧的，赶紧的。没有，我已经听足侪，我听足侪前贤拢甲我讲，当然咱若倒转去的时候，那佛性就都圆满啊，安那都没有，你没有去跟他修佛性，就是永远都是跟你现在都一样。你嘛想讲等以后的会当封佛的，没有，你没有去修，就是拢无啦。你无修正就是拢无，你即马无修等于嘛是拢无啦。你就是要靠你现有身体的时间才去修，但你无身体，你就是像我练10档，就是要等于修2000年啊。我2000年我看挡袂掉，这10档你就挡袂掉，搁要等于修个2000年。所以说，这来讲，修道者如牛马，成道者如兔角，就是安尼啊。这大概差不多，这就是这些啦。那我那个就是要感谢我的那个引导师林坛主啊。如果他没有这样度我我没有办法有这造化啦。我最后再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老师就教我讲没有关系啊。那个当初我伫阮厝的时候就有很多仙佛就在讨论说。甲处理你也好啦，看伊逐工啊艰苦安尼，甲这神明讨论讲，甲处理你好起来，反正伊即马就做练心修啊，还有些某讲，他现在94台气都没有了啊，他现在又不烟不酒，什么都已经很干净了啊，你就甲处理你的啊，老师就说不行，他还没有通过考验，伊个继续艰苦，因为等一下我给他处理好，他又不修办。然后我听到这些，我嘛是心都冷诶，无法度，但是老师安尼讲啊，我嘛不敢反抗啊。过了大概5分钟左右，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就有外灵来求老师啊，求老师说，你就让文旭轻松一点啦，就把它处理一下，大家都要处理，就把它处理好啊，不要再让他难过了。后来老师就讲说，好，既然你们银宝师的9贤七祖来求了。为师就让他轻松一点，不要这么难过，但是不能让他全部处理好。那个林坛主就是你的银宝，你的那个9贤七祖都在你们家里，跟你们家里一起办了。碰到后学有这个问题啊，特地求老师，老师说好，我就给他弄，真的有轻松一点啦。这是一个小故事啊。大概以上就是跟大家做一些那个。新的分享如果有讲不好的地方就请仙佛赦罪容宽。好，谢谢大家。各位讲师，各位谈。